来到勾勾公好吧，我是怡姐。敏华。哎，敏华最近有没有去做那个免费的抽血啊？主要就是要验那个铅浓度哦。为什么要验铅浓度？是因为铅水管的事件吗？没错，就是铅水管的事件哦。这铅就叫做盐哎。眼呢就是铅了，我觉得铅中毒真的很可怕，会危害健康哦。而说到中毒，中毒叫做中偷，中偷啊就是中毒的意思，没有错。而且根据研究显示，胎儿还有6岁以下的儿童，如果眼呢中偷的话呢，它很可能会造成智力发展受阻，非常的严重。儿童呢就叫做 COA。COA 就是儿童了。另外呢，我们要建议大家哦，其实最好家中哦要买过滤用的饮水设备或者是净水设备，这样子的话呢会比较安心哦。所以今天啊，要帮大家顾健康之余，也要教给大家的就是铅中毒会伤害身体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眼的中偷会损害身体，眼的中偷会损害身体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呢，就要帮大家顾健康喽。敏华，你今天晚上要干嘛？我今天晚上要去卖场买净水器啊。为什么啊？还不就担心眼的中偷？对吼，你们家有 sale 哎。对啊。你好，找净水器吗？对呀，有点复杂哎。因为我在想说家里有 sale 啊，然后又担心眼的中偷，所以想说来挑净水器，可是不知道怎么挑。可以，只要这种的都可以过滤器，都可以直接饮用的。哦，你把除铅、重金属它都可以去除掉。所以这怎么装？是装在水槽下？水槽下。哦。旁边会加装一个出水龙头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对。敏华，真的耶！我有好多朋友啊，在这阵子啊，都跑去做了这个铅浓度的血液筛检了。我自己也有去哎。我也做了铅浓度的血液筛检了，而且我还买了净水设备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安心哦。真的。所以今天除了帮大家顾健康之外呢，还要赶紧帮大家复习一下，教给大家这些实用的客家话。首先要帮大家复习的就是铅，铅就是眼哎。眼呢就是铅了，没错。那刚刚其实怡姐也提到了，铅中毒真的要特别注意哦。中毒就是中偷，中偷啊就是中毒的意思，没有错。而且尤其是6岁以下的儿童，格外的要注意哦。那么儿童就叫做 COA，COA 就是儿童了。今天最后要帮大家复习一整句话，就是铅中毒会伤害身体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眼的中偷会损害身体。眼的中偷会损害身体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就告诉大家铅中毒的危险性哦。我们下次见。